21港房成交點評，投資者撤辣後入市，香港第一城短炒微利離場。香港樓市於去年年初全面撤辣，額外印花稅、買家印花稅悉數取消，買家入市成本大幅降低後，吸引不少投資者趁機入市。不過過去1年多樓市依然起伏不定，不少於撤辣後入市的投資者，最終亦只是平手離場而已。新界區指標屋苑沙田第一城最新錄得一宗投資者短期轉售的獲利成交個案，投資者於去年3月樓市全面撤辣後入市，最近將單位轉售離場，持貨不足2年，帳面僅5萬元。香港沙田第一城是沙田區內最具規模的大型屋苑，由52座高層住宅組成，合共提供超越1萬伙單位，屬於新界區屋苑的藍籌中的藍籌，是二手樓市的指標之一。加上屋苑與港鐵站為鄰，租賃市場持續活躍，成為投資者入市首選。最新於聖誕過後拆禮物日成交的單位，是屋苑一期2座低層私單位，實用面積為327平方尺的兩房單位，單位房間眺望部分河景，加上單位間隔沒有窗台，屬屋苑中實用率較高的單位。單位於去年3月樓市撤辣後，有投資者以430萬元低價入市。不過撤辣後樓市仍然有升有跌，投資者原本以465萬元放售單位，最終剛於聖誕節長假期期間售出單位，成交價僅435萬元，實用尺價達13,303元，屬於低於銀行估價的成交。不過較業主購入價輕微高出5萬元，相信扣除釐印及律師費後仍有微利，業主現有利可圖便沽貨離場。